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6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8篇，民数记第24章第1到第14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第26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灵降临。圣灵降临五旬节被称为这个圣灵的时代的开始。那许多人喜欢将信仰的历程切为3个不同的阶段。旧约福音书就是耶稣的时期，这个圣灵的时代，我们说教会建立以后，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种说法。圣经在记载是上帝赐给世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经典，上他的话语记载了他应许的保守以及救恩。无论是透过族长的记载、摩西的时代、先知、士师、祭司、君王，或是我们说的旧约，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，书信记载的上帝的同在，从未间断过。若说五旬节这时期是圣灵正式降临，则完全是错误的了哈。因为圣灵的工作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它早就存在的了。其实在圣经的记载当中，有许多处的记载都跟圣灵的工作有关。前几天我们读的约珥书，约珥先知的预言就跟圣灵的工作很有关系。以西结书也谈到上帝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灵，就是要让他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五旬节并不是圣灵开始工作的一个界限。那圣灵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呢？事实上我们不必说得太远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就记载了提到这个天使跟玛利亚说话的这个预言，说他将要这个怀孕生一个儿子那圣经这样说，天使到他的前面说：愿你平安，你是蒙大恩的女子，主与你同在。玛利亚因为天使这个话十分的惊惶不安，反复思想这问安的含义。天使对她说：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上帝施恩给你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取名叫耶稣。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，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。主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，他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，他的王权无穷无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我还没有出嫁，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发生呢？天使就回答说：圣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，至高的上帝全能要庇应你，因此那将诞生的圣婴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看你的亲戚以利沙伯，他虽然年老，人家说他不能生育，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，
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。在礼拜天主日的信息里面，我们提到了圣灵的火，牧师分享了这个三一上帝的一个概念。耶稣基督回答腓利的问题，对门徒们所说的话当中，这样子，圣经这样的记载。耶稣回答说：“腓利，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仍然不认识我吗？看见我就是看见父。你怎么会说将父显示给我们看？我在父的里面，父也在我的里面。你不信这个吗？我跟你们讲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家，是在我里面的父他自己做的事。当信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若不是这样子，也当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来信。”这是约翰福音14章9到11节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旧约的上帝以任何一个方式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对以色列人说话，或是新约呢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形象表达以马内利的实践，应许的实践，或是说在五旬节被称为圣灵时代的现在，五旬节之后，都是上帝亲自临在的应许实践。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：“我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。”而耶稣基督他又是圣灵降临感应的一个实践，所以只要是父在，子就在；子耶稣基督在，圣灵就同在。圣灵的同在代表着三一上帝的同在，圣子的以马内利，也就是代表三一上帝的以马内利。上帝赐圣灵从天而降，不是要叫我们去追求这种外显的圣灵表征，而是要我们去明白，此时此刻一直到将来，上帝透过圣灵都与我们同在。圣灵降临就是上帝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如同当时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代表了上帝的应许以马内利一样。也就更明白的来讲，上帝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人总是需要有一个记号，有一个证据，才能明白上帝真正的与我们同在。圣灵降临是上帝的应许，是上帝的同在，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透过圣灵的降临，为的是要领受一个新造的生命，被改变的生命，愿意谦卑服侍的生命，一个追求基督的爱，彼此和睦的生命。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必须爱这个恨那个，请记得这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。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：“你们若是爱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向父求，他就会赐下给你们一个劝慰者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是真理的神，世间的人不会接受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不过
你们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，会继续在你们里面。圣灵的同在是为了叫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以及他所颁布给我们的诫命，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实践。能够实践的人呢，才能够被称为基督的门徒。诗篇48篇，在我们上帝的城里，在他的圣山上，主自高自大，应该大受颂赞。上主的锡安山高耸壮丽，大君王的城使万民欢心。上帝在城里的堡垒中，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。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，他们一看见这城便惊惶失措，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，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抓住，像临盆的妇人那么难过，像被东风击破的大船。我曾经听见上帝的作为，如今在上帝万军的统帅，我们的上帝的城里面，我们亲眼看见了他要永远保守这个城。上帝啊，在你的圣殿里面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，普世的人都颂赞你，你的名传遍天下，你用正义统治。愿锡安山欢喜，愿犹大的城邑快乐，因为你审判公正。你要绕着锡安山走，数一数它的城楼。你们要查看它的城墙堡垒，好向后代述说。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。感谢上帝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，赐福我们。感谢耶稣为我们降世，为我们的罪而牺牲。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